来到新闻的现场，上新的现场，赶紧继续来关心总统撰文。昨昏宣布副手的人选大清得了后，今日来到台中国际机场参加咱台湾航空大楼规个改善工程开工动土典礼。交通部部长林佳龙、台中市副市长杨庆英拢有参加。这项工程会当讲是投资中部的头一个工程，咱做伙来看总统撰文上新的讲法。中台湾是台湾产业发展的关键。那么台中国际机场升级，就是台湾竞争力的升级。那么今天呢，国内航厦整体改善的工程开工动土，就代表了我们迈向升级的起手式。那么我们相信，升级以后的台中国际机场，不仅是能够照顾东部民众的需求，也能吸引更多的观光人潮，方便商务的往来，让中台湾的经济更加的活络。那么现在台中机场国际机场推动的各项建设，就是奠定机场100年大计的基础，也将带动中台湾的发展，我们一定会全力的来推动。